今集有個超正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有聽開我哋節目嘅觀眾可能都記得我之前講過唔少同法術有關嘅故事，例如茅山術、降頭術、佛牌等等。而今集同樣都係圍繞法術，一個關於喺泰國用古曼童求姻緣嘅鬼故事。大家好，歡迎返嚟千幸靈語。呢個故事係我一位朋友以前喺泰國公幹期間從公司入邊聽翻嚟嘅真人真事。故事嘅主角係公司入邊真實存在過嘅人物。由於轉述故事嘅時候夾雜咗大量泰文同埋英文，我朋友有啲細節未能夠完全拼湊得翻。基於呢個原因，今集嘅內容作出咗適量嘅調整同埋改編，希望大家會中意。事不宜遲，故事開始啦。首先講下咩叫古曼童。喺泰國民間信仰之中，有一種講法認為古曼童嘅來源多數同夭折或者早逝嘅小朋友有關。傳說話0到12歲之間死去嘅小朋友，因為年紀太細，未能夠真正行善積德，亦都未犯下任何大罪，所以既無功亦無過。正正因為咁，佢哋嘅靈魂冇辦法上天堂，亦都未夠資格落地獄，只能夠停喺人間，成為所謂嘅遊魂野鬼。而喺一啲正廟或者被視為正統修行嘅師傅眼中，呢啲靈體並非邪惡，而係迷失、無依無靠。於是佢哋會透過法事將呢啲遊魂引導、安撫，再注入古曼童像之中，一齊修煉，希望幫助佢哋累積功德，最終得到解脫，甚至重新投胎。女主角阿法係一位市場推廣員，負責做廣告，幫公司推廣產品。有一次，公司請咗一位 freelance 攝影師上嚟幫手影公司嘅產品。攝影師叫 James， 一個戴眼鏡、斯斯文文嘅男仔。以泰國男仔嚟講，佢都算幾高大，年紀同阿法差唔多，都係20零歲，未到30。單身嘅阿法第一次見到 James 就已經對佢產生好感，之後佢哋都有唔少合作機會，慢慢就熟絡咗起嚟。放工會一齊食飯，夜晚亦都會互相傳信息。無奈阿法不知不覺動咗真情，終於鼓起勇氣向 James 表白。點知 James 就話自己已經有女朋友，對方喺工作上面認識嘅，係一位 model。但係因為身份嘅關係唔方便公開戀情，所以一直都冇同阿法提起過。最後阿 James 直接拒絕咗阿法嘅好意。呢個打擊對阿法嚟講非常巨大。一嚟佢完全冇諗過 James 已經有女朋友，二嚟佢嘅對手竟然係一位樣靚身材正嘅 model， 根本就冇得比。之後嘅日子，阿法每日就好似一具行屍走肉咁樣返工放工，佢婉拒晒所有同 James 有關嘅合作，成個人意志消沉，茶飯不思。劇情去到呢度，總會有一個說三道四嘅閨蜜出現。閨蜜見到阿法變成咁，就同佢講自己識人整古曼童，可以幫佢催姻緣，甚至可以將攝影師哥哥手到擒來。阿法初時即刻拒絕，因為佢一直覺得養鬼仔係啲邪門嘢，唔敢亂嚟。但係閨蜜就解釋話，古曼童同埋養鬼仔係唔一樣。古曼童一般被理解為受佛法或者善念感化嘅靈體，屬性偏弱，或者至少保持陰陽平衡。重點唔係害人，而係幫助供養者行善積德。佢主要嘅功效多數都係招財、護主同埋提升人緣。你對佢好，佢先會願意幫你。但係養鬼仔就唔同。多數都係由啲巫師利用屍體、怨念或者強烈嘅執念去製作，屬性就偏陰，甚至被視為惡鬼。目的只有一個，服從命令，達成願望，唔理任何代價，所以反噬嘅風險極高。聽完閨蜜咁講，阿法開始心郁郁，最後佢真係攞咗隻古曼童返屋企，用糖果、汽水同埋玩具去供奉。神奇嘅事就喺呢度開始發生。1個星期都未夠 ，James 主動打電話俾阿法，話自己同女朋友分咗手，想搵人傾訴下。阿法就強行抑壓住內心嘅興奮，答應咗出嚟聽下 James 訴苦。
但因為呢個係鬼故事，唔係愛情故事，我哋加速進入戲肉。冇幾耐，阿華就真係抱得美男歸，同阿 James 一齊咗。喺其他人眼中，佢哋簡直係一對痴情男女，日日糖黐豆。所有社交平台全部都係佢哋嘅合照。公司嘅同事成日見到阿華撳電話，一邊睇一邊陰陰嘴笑。Lunch time 嘅時候 ，James 仲會拎住外賣上嚟搵佢。你今日點啊？我買咗嘢俾你食啊！你睇，我仲買咗你最中意嘅凍咖啡添。真係羨煞旁人，恨死隔籬啲女同事。由於大家都係成年人，阿華好快就搬埋去同阿 James 一齊住。佢簡直覺得自己係中咗頭獎。James 除咗對佢百般呵護之外，屋企所有家頭細務全部一手包辦，洗衫、煮飯、鋪床、摺被，幾乎樣樣都唔使阿華操心。阿華將呢一切歸功於古曼童，於是佢決定買更加多嘅糖果同埋玩具去繼續供奉。甜蜜嘅生活就係咁過咗幾個月。但係往往恐怖嘅事情都係由最幸福嘅 moment 開始。過去嗰幾個月，只要得阿華一個人獨處嘅時候，佢總會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就好似空氣入邊有一對眼望住佢，默默咁監視佢一樣。有時佢仲會隱約聽到自己身後好似有人行路嘅腳步聲，但係每一次擰轉頭，身後都係空無一人。阿華只好安慰自己，可能係壓力大出現錯覺。直到有一晚，阿華約咗屋企人食飯。喺返阿爸阿媽屋企嘅途中，佢再次感覺到有人跟住佢。佢忍唔住向後望，條街空蕩蕩，一個人都冇。阿華心跳開始加速，慢慢加快腳步。最恐怖嘅係，佢清楚聽到後面有人同佢一齊加快腳步嘅聲音。阿華即刻衝去轉角位，匿埋一邊。佢數住心跳，等咗大約幾秒左右，突然轉身跳返出嚟。而就喺嗰一刻，佢見到行蹤敗露嘅 James。點解你喺度㗎？你唔係話有嘢做咩？點解要跟住我啊？阿 James 就俾咗一個完全出乎意料嘅答案。因為我想了解你多啲咯。我哋已經一齊住㗎咯，仲唔夠時間了解咩？因為我想了解埋我唔喺你身邊嗰陣嘅你係一個點樣嘅人，而且每一秒我都想見到你，想喺你嘅身邊。阿 James 望住阿華，語氣平靜得有啲詭異。平時對於阿 James 嘅痴纏，阿華一直當係愛嘅表現，但今次佢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到不安。佢仲懷疑之前一路都覺得有人跟蹤佢嗰種感覺，應該都係因為 James。佢同 James 講清楚，跟蹤呢件事已經過咗火，希望唔好再有下次。James 就表面答應，但係阿華心入邊已經隱隱覺得有啲唔對路，而真正嘅噩夢先係啱啱開始。有一日，阿華喺屋企揾嘢嘅時候，無意中打開 James 嘅衣櫃，就喺入邊佢見到一樣好恐怖嘅嘢，係一束頭髮。嗰束頭髮大概有一把未煮過一人份量嘅意粉咁多，用橡筋紮得整整齊齊。阿華當場全身起晒雞皮，心底裏邊一寒。佢即刻攞住束頭髮去質問阿 James 呢啲係乜嘢嚟？阿 James 就笑笑口，語氣輕鬆得令人毛管動。放心啦，呢啲唔係其他女仔嘅頭髮嚟噶，你望清楚啲，係你自己噶。原來 James 平時幫阿華鋪床摺被嘅時候，會將佢甩落嚟嘅頭髮一條一條咁樣收起。當阿華問佢點解要咁做嘅時候， James 眼神突然變得異常興奮。因為我摸住你啲頭髮嘅時候，就好似摸住你個頭一樣，好似你一直喺我身邊咁。你唔覺得咁樣好溫馨咩？嗰一刻，阿華覺得頭皮發麻，寒意由背脊一路爬上嚟。由嗰日開始，阿 James 嘅痴纏喺阿華眼中已經唔再係甜蜜，而係無底嘅恐懼。因為阿華唔知道嘅係 James 仲有冇其他佢意想唔到嘅行為。喺公司見到 James 打電話嚟，阿華開始唔想接，
甚至直接 cut 線。但係只要佢唔聽，阿 James 就會瘋狂咁打電話，一個接一個，奪命追魂 call， 直到佢接聽電話為止。放工嘅時候，阿發唔知係心理作用定係真係有人跟住佢，佢覺得 James 又喺遠處咁樣望住佢。最終阿發忍唔住，決定要同阿 James 分手。提出分手嗰一日，阿 James 表現得異常冷靜，佢冇反駁，冇發脾氣，甚至冇乜情緒反應。但係就喺第二日，阿 James 拎住一個外賣袋，若無其事咁樣上到公司，對住阿發笑住咁講：你今日點啊？我買咗嘢俾你食啊！你睇，我仲買咗你最鍾意嘅凍咖啡添。嗰一刻，阿發先真正意識到 James 已經變成咗一個連分手都分唔到嘅恐怖情人。阿發將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同閨蜜講晒，閨蜜聽完之後沉默咗一陣，然後就問：會唔會係古曼童搞出嚟嘅事呢？你同古曼童許過願，佢一定會用佢嘅方法幫你實現。一言驚醒夢中人，阿發即刻返屋企，將古曼童所有供奉過嘅糖果、汽水、玩具全部拎走，然後佢一怒之下將古曼童隨手抌咗。佢以為只要咁樣做，古曼童嘅力量就會消失， James 對佢嘅執念就會慢慢減退，但佢做錯咗。由掉咗古曼童嗰一刻開始，怪事一件接一件咁發生。阿發就話屋企嘅地下會無啦啦出現一啲細細隻似小朋友嘅腳印，但係明明屋企只有得佢一個人住。無論係食飯、沖涼定係坐喺梳化睇電視，佢都清楚感覺到喺空氣入邊有一對眼一直望住佢。嗰種感覺同之前阿 James 跟蹤佢嗰陣一模一樣，甚至仲越嚟越強烈。直到有一晚，阿發發咗一個噩夢，喺夢入邊佢同一個大約6歲嘅小朋友一齊玩、唱歌、跳舞，好似識咗好耐咁。但係玩玩下，個小朋友突然停低，擘大個口尖叫，然後係咁喊，啲喊聲好淒厲，令人好心寒。最後個小朋友望住佢，問咗一句：你真係唔要我啦？阿發即時扎醒。就喺第二日返工嘅途中，阿發發生交通意外，重傷送院。佢傷到脊骨，醫生話佢能夠保住條命已經算係奇蹟，但係往後嘅人生恐怕已經失去咗自理能力，需要長期依靠其他人嘅照顧。你今日點啊？我買咗嘢俾你食啊！你睇，我仲買咗你最鍾意嘅凍咖啡添。正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阿發以為自己請古曼童返嚟，只係想得到一段屬於自己嘅愛情，但係佢冇諗過，當佢想佔有一個人嘅同時，古曼童其實都想佔有佢。如果 James 同阿發分開，古曼童就失去咗存在嘅意義。所以佢唔係幫阿發得到愛，而係將阿 James 變成一個永遠都唔離開、永遠黐住佢嘅恐怖情人。如果鍾意我哋嘅故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等我哋分享更多嘅靈異故事。撳埋個鐘仔，咁我哋定期出片就會通知大家啦。